你有搁再为着五爷的代志伫咧烦恼啥？又是经过一天，高弟也是共款无倒转来。我看你安尼规工为着五爷的代志，伫咧提心吊胆，一点仔精神都无。阮两位大哥也是自从杨梅死了后，一日到晚闷闷不乐。假使若毋是有周四哥甲弟大侠因伫咧保护代理，安尼实在是足危险。陈兄，你都毋通搁再烦恼啊嘛！你小休困者，这2、3天你安尼无食无困，身体要哪有法度通好支持？高弟若无倒转来，我根本都无法度通安眠。陈兄，花妹，眼带忍咧。但是伊还阁抱着一丝的希望，希望五爷伊会当平安倒转来。已经伫咧厨房摆下酒的，等候五爷。有面，你先甲五爷倒酒倒后遍。先倒酒哦。是啊，较紧的。好。我会记五弟最爱食的是花雕酒。有面，你去摕一坛花雕酒来遮等五弟转来通啉。是。紧啊！你还咧看啥物？无啊，咧行啦。五弟啊，唉，你是什么时阵转来？牛兄哪会拢唔知影咧？小弟都有转来真久啊。哦。兄长，小弟不应该凭着一时之勇去探枪枭啦，害兄长甲众位大哥为小弟一个动心。这杯酒也表小弟的敬意。哎呀，贤弟啊，兄弟要相照顾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你哪会安尼讲？来，牛兄也陪你啉一杯。多谢兄长。五弟，五弟，五弟！哎呦喂啊！五弟，你有看到五爷无？五爷都还袂转来啊！我袂讲。老在家讲。敬伊啊，啉的一拉杯。啊，也无愧是大人啊。在面目哪有迄个五爷知的事啊吧？这帮来。
五弟是毋是会去看典艺术？有未？啊，你去请典艺术来这个所在。是，紧去。哦。参见大人。真正，五弟有去找你无？大人，五弟伊病还未倒转来啊。啊？五弟确实就有转来，明明伊坐伫这个所在，伫咧甲我敬酒。我是想讲，伊会去找你啊。这款代志，大人，这杯酒根本就还无人啉过啊！要哪咧拄则我看到的，莫非是鬼？你是小弟虐待。你敢是伫上后伫咧保护安军大人？哪会倒转来？小弟真思念大哥，所以我才会挑工倒转来探望大哥甲大嫂。唉，你也可这尔啊囡仔去，保护安军大人要紧，免哪用个私自离开呢？大哥，你想做？五弟，为什么？大哥，小弟在此拜谢大哥，为我养育之恩。小弟今生已经无法度甲大哥再续兄弟之情，受小弟失败。五弟，你何出此言呢？五弟，紧起来！你咧拜什么？故事。五弟，五弟，老爷，五弟，安怎？老爷，丫头，五弟伊伫咧襄阳保护安军大人，免来伫遮啦。哪咧怨着？你敢会是咧面梦？我忘记你的五职倒转来，向咱识别，这个梦真奇怪。老爷，这可能是你平常时思念五弟过头，毋才会做这个梦。咱袂应该当作是真的啊。这个梦真歹结着，我决定明仔早起就来去襄阳一撮。
含公道赶来。啊？五弟呢？啊？五弟呢？阿姨，老大哥，五弟伊是毋是死啊？老大哥，你哪会讲安尼咧？大人派五弟公差在外，去什么所在？阿姨都去冲销楼嘛，伊得要去找甲咱大人放弃的应信转来啊。是毋是伊家己一个人去？伊家己一个去。五弟性命难保咯！白玉堂既然甲死，典章若搁甲除掉，严春敏等于双手互咱甲斩掉共款啊！王官，若要除掉郑小姐，也无这个代志由属下来办。哦，刘英，你敢遐尼有自信心？上医的虎爷也毋是东墙铁壁，前后小可的为难呢。王官，刘英也毋捌建立大讲，即摆就互表现一下。刘英，需要偌济人手？人若济者，反胃不美。我只要电话找人家坐阵来去。哦，李郎官，属下想要甲你兄同行。不必，刘英，本官爱听你的意见。电话的身手能力，第一属下敬真侪年，伊家准来去食，我绝对信任。好，照安尼行动。是。真兄，人迄古早人伫咧讲吼，是讲英雄眼泪不轻弹。啊，到底有啥物代志，互你遮尔伤心，伤心甲伫咧流目屎？无啥物，对老大哥伊，哎，才煞煞去咯，真兄。啊，我伫咧问你讲英雄流目屎的代志，你也袂甲我回答，反倒转煞搁伫咧问我，安尼敢对？点了你的机子哦，有疑问，这个心肝亲像碰车轮哦。你暗藏机密，是乱风春，出言不一，土有吞。等意思啊！无你到底是有啥物烦恼的代志，你嘛来讲出来，阮兄弟听，谈嘛甲你斗相共啊！是啦，简大姐，你若有话，千万就唔通暗靠，我爱讲出来，大家知影。
是啦，阮二兄讲安尼上解对啦。啊，你什么代志都伤心甲安尼是？你敢是确实知影讲阮细姐已经死啊？所以你才伫咧流目屎对无？这是。 这人一办，换两三遍啊，那样办，这放心啦。是。真好，但你也做啥物名？讲。已经叫你抓到，免搁多问啊啦。啊你来看我你。我都唔相信，你真是唔惊死。大爷，了命，了命！讲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叫电话啦。什么人派你来？是白云破我就是个部下啦。今日恁总共有几人要来行刺？2个尔。好，我甲你交代，等一个若记着原大人，你要将所有话拢照实对伊讲，尤其是关于襄阳府的代志。如果你若是有一句虚言，小心你的狗命。好，我决定讲的实在讲，我拢会讲出来。 为下可是刺客，这是罪犯。你叫做什么名？罪名叫做电话。抓头起来！求大人饶命！求大人饶命！我问你咧，是什么人指使你来刺杀丁义士？是刘阳官叫我刺杀丁义士的啦。说说若刺杀会过手吼，敢毋是敢若像有独当大人啊，会左右手咧？ 好险恶之徒！我问你，那咧王府中的代志，你是毋是知影？虽是带真久来讲，也无大当拢知啦，但是捌一丝仔啦。那咧白玉堂冲婚烧楼的代志，你知无？知，我知。那咧白玉堂毕竟伫王府中是无？ 是啦，这个情形哦，我拢总有看真清楚啦。因为要摕大人啊，金面倒转来，所以毋才甲你传入去冲销楼。伊嘛破几啊道机关呢，是英勇无比哦。要说来安怎？紧讲啊！我若知影，我会拢总讲，我会拢总讲。都去到咧第3楼的时阵，就叫陈文定啦，也是下金面的所在啦。 伊无拄哦，去报咧陈文定话咧。原来你白玉堂毋着中着陈文定？是啦。也了是怎样？后来，我紧讲啊！我会全部讲啦，我会全部讲啦，大人啊，我会全部讲啦。后来就是刘阳官上头讲要抗议投降啦。 因为白玉堂讲，我宁死唔愿投降啦，所以我就唔知即时下命令，叫你强制手总执法给写落去。原来咧白玉堂是毋是中着字？白玉堂中字了是怎样？都全身拢中字，死在陈文定啦。